早晚。选调，来啊！咱要屈身敬拜，来做咱耶稣基督耶和华面前跪倒，因为伊是咱的神，咱是伊草场的羊，是伊手下的民。咱三脚来吟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我
咱犹原徛下来做伙共读信徒个别信用个别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是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阵，咱三角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人毋通甲有干那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罪拢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的上帝。接续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咱的上帝，全能的主，咱创造的主。阮毋过一摆自己伫你的殿来遮学乐、反省、思考。你的创造是奥妙的，互阮伫即个环境内底会当体验你的创造，阁有咱生活伫台湾即个环境真好的所在，人民努力，人民聪明。咱即马嘛正做全球上重要科技制造的国家，互咱伫即个全球有真重要的地位。求主，互阮阁有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爱来思考，爱来谦卑，感谢主。你互阮的生活会当安尼安逸，会当达到一定平均的水准。主啊，阮爱安尼感谢你，但是阮嘛看见足侪搁伫善乡需要斗相共的人，求你互阮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搁会当来相共帮衬。主，阮知影即摆经济科技在发展，遮个环境迫害嘛造成遮个气候变迁，有渐渐你所创造的遮个环境在改变，落大雨、淹水，遮个拢一直伫咱所看见的周遭，互阮会当不断的感受着。主，求你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殿，搁伫遮思考，求你互阮有智慧，会当面对遮个改变，来思考要哪改进。主，求你搁一遍看顾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
定诗班，圣哉圣哉圣哉！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现在，
今仔经文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11到22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到22节。我来读台语汉语本。第11节，所以恁着记得，恁前照肉体做外邦人，互遐个称做割礼的人称做无受割礼。因的割礼就是对人的手所行割肉体的。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的国无份，伫遐个应允的约无干涉，无所仰望，踮伫世间毋捌上帝。恁平素离开远远，单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血有得着分我。因为伊是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咱中间的墙，搁伫伊的肉体废无结冤仇的因端，就是遐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威力的，要伫伊本心将两边造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佮已经伫十字架拄起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佮来传和平互恁远的人，嘛传和平互近的，因为对伊两边伫一个神，得到亲近爸，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遐个圣徒上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做伫遐个互使徒甲先知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赐角要紧的职，伫遐伊见若所去拢三联络，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恁也踮伫伊三角受起做，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今仔王刚传道要互咱的信息，要分享的是货真价实。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日透早会当相甲主持，敬拜上帝，听趁伊要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恩典。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生活中的引传，也会当成做咱每时刻的提醒，互咱袂当活出符合伊心意的样式。伫今仔咱所读的即个以弗所，即本册内面，即张批内面，伊是保罗先师所写。迄个时阵的保罗，伊伫倒位？伊伫监狱内面，伊受关。伫面对着有关伊性命有可能受着威胁，爱面对死亡的问题时，保罗伊更加看重，毋是伊的生还是死，是我还是死。伊看重的是上帝的福音价值观，敢有好好啊传达出去，互更较侪人来知影，互更较侪人会当了解上帝做安那美好的代志。明白上帝怎样透过伊的旨意甲安排，互人会当透过军队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伫今仔日，咱做伙咧看即本册、即张批的时阵，咱要明白，咱所看的其实是建立伫一个献上家己性命，互上帝来使用的奴仆。伊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来所写，透过上帝对伊的启示，伊写落来。伫今仔日，当咱咧看的时阵，咱爱带着一个警醒，咱爱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态来看即个批、即段话、即本册。伫以弗所书内面，伊内面是要写互伫迄个地区的人，就是以弗所地区的信徒来看的。但如果咱读了规卷，咱会发现，
这本册其实要互每一个接触到上帝的人来看，伊写互谁看？伊写互犹太人，伊写互外邦人，伊写互做爸母的夫妻、囝儿，也是主人，甚至是奴仆来看。伊互无共款身份的人来看，同时伊嘛有一个特别的对象，就是特别要对这个对象来讲的。这个对象就是外邦的人。今仔日，咱要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看这段上帝话，对人要带来怎样的看见甲帮助。如果咱有圣经的，也是你有手机啊，你会当拍开对头前第1章第10节，以及咱今仔日所要看，详细看这2节，会看到无共款要对咱的帮助。咱若看到头前2章第1节，伊讲着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着世间顺汉空中的掌权，就是现在咧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写信。其实，阮以前嘛拢甲即个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照家己肉体私欲的意念咧行动。阮甲其他的人共款，注定受上帝的刑罚。然后伫今仔日咱所读的11章的第2章11节到第12节讲着，所以恁才会出世做外邦人的人，就会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就是用手伫身躯受割礼的犹太人，做无受割礼的人。迄时甲基督无关系。无受上帝的选民，无分伫上帝应允的蒙约。伫迄时，世间无毋望，无上帝。首先，咱来看这2段经文，要互咱看见着啥物？最互人的灵性死去，因为人顺汉的是本性甲欲望。当人活伫罪内面的时阵，就是甲基督无关系的人。做互人成做外邦人，无敢若是无认捌主的人，是认捌但是无要跟随的人，无要信伊的人，无路要互咱记着，知影一项事，就是过去啊。因有一个身份是伫过去的，毋是即摆，所以即摆因啥物身份？因即摆是圣徒，但是伫过去呢，因毋是。即句话是对以弗所书、以弗所遐恁地几人来讲的，互因去想过去。相信嘛是对咱来讲的，咱搁记得，咱每一个人家己伫过去是怎样的人吗？还未信主以前，过去是啥物？可能是咱还未悔改认捌主以前嘛。咱带着俗世的价值观咧生活，咱充满利益、权力。需要用安尼的想法来生活，这个过去是真久以前的生活方式，是咱还未认捌主的方式。但到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过去伊发生的时间点，毋是伫真久以前，是伫顶个月，是伫顶礼拜，是伫昨，是伫拄则。当我咧读研究所的时阵。有一个课，教授伊出的功课就是，爱咱每一个学生哦，这个功课占60%，最简单的，就是逐工记录你拄着上帝怎样带恩典互你，嘛去记录你有啥物款的行为、言行、想法得罪上帝。每一工拢爱去记录，拄开始真好写，因为无写过。但是慢慢发现着，要看见恩典较简单。每一工起来，佮活的就是恩典啊嘛。但是要看到家己得罪上帝的行为，真困难，真困难。这个功课，互我慢慢发现，总算是我逐工咧灵修、看圣经、咧学习遮恁的上帝的价值观。逐礼拜日嘛去教会。但是我发现，
我共款是一个罪人，我共款是一个罪人，因为我知影我犯罪，但是却毋知影我做啥物样的行为是罪啊，有滴啊。罪的定义是啥物？罪的定义就是一个人伊做无符合上帝行为的事啊。对大来讲，杀人、放火、行奸淫，这可能毋是咱咧做的，但是对细汉来讲，可能会是啥物？恁感觉的？骄傲、看轻别人、论断、埋怨、贪心、自私、无听你的趣味，遮恁等等的嘛，拢共款是得罪上帝。咱的罪常常是无互咱简单来去发现的啊，就是因为安尼，伊藏伫咱每一个小小啊行为言行内面，咱无当发现，歹发现，所以安那，咱嘛常常咧做啊，甚至你袂感觉这是罪，别人嘛安尼做啊，迄个人嘛安尼做啊，对。伫以弗所书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咱拢是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体啊，成做一体。这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人的关系和好，成做一体。所以，若是互咱的关系破坏，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变有距离，安尼即款的行为价值观，就是罪啊。你若甲你人的关系是破坏的，安尼的行为，就是得罪上帝啊。找出家己有罪，毋是要甲咱定罪外邦人啊，毋是要甲咱看做是甲上帝无关系啦。当咱咧找家己的罪的时阵，即个悔改的过程，要互咱脱离外邦人的身份啊。只有伫咱看见着、发现着家己是罪人的时阵，咱才有可能对迄个身份、对看见、发生，来停止做即项事啊。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无当靠家己，咱爱甲基督结连，靠伊来停止即个行为、即个想法。所以，如果过去犹原搁咧发生，有可能过去伊的发生是伫你离开教会迄个时阵，迄是过去，嘛是未来。那如果伊要发生，也是伊搁咧发生，安尼今仔日保罗对以弗所书遐因的人所讲的，嘛是对咱的提醒啊。当咱继续来看到第二章4节到10节，以及咱今仔日的2章13节到18节的时阵，咱要看到两种无共款身份的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过去犹太人因遵守摩西的律法，因的身份真特别，因是上帝的选民。但因安那，因常时嘛否定过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但即摆伫面对即个选择的时阵，因做出无共款的选择嘛，因军队嘛，所以伫迄个所在才有犹太人嘛。外邦人，因接到使徒认真的传福音，因有机会来认捌上帝，然后呢，因相信，所以因诚做伫教会内面，虽然身份毋是犹太人，但是共款咧军队的人，因无相信上帝别的，但对咱今仔日所看的保罗，伊要互因无共款的身份啊，毋是犹太人，嘛毋是外邦人，伊要互因无共款的身份，是一个新的身份。这是建立伫基督的工作。首先，因拢共款犯罪，伫灵性来死，也拢共款接着基督。搁我，无共的两个人，无共的两种人，因拢靠着共款的恩典，所以因拢共款要伫基督内面同齐搁我嘛。因的生命拢共款要受同一位上帝来改造，对以前离开上帝即摆要甲上帝耶稣圣神结连做伙，同齐来活。所以，即个关系是和平的嘛，是合一的。基督要互所有的分裂对立，拢撤销，拢消灭。伊要废除所有阻挡即个关系，用人的想法来制定的规则，甲改变，互因主看重一项代志，
就是十字架伫因生命中到底带来啥物款的影响？安尼，啥物是基督的工作？就是人接着明捌上帝，跟对耶稣，即个罪本来要行死亡，绝望无未来，总算有未来。你嘛毋知影你为虾米来活，你嘛毋知影活的目标目的是啥物，活咧，互你感觉会就痛苦。要互即款的人行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你期待每一天会出现，你期待面对着无共款的人，会当带来安那新的改变。靠着上帝丰盛的怜悯，死亡的另外一条路，就是甲基督同活，是一条过活的路。基督的工作是啥物？就是当人看重家己的时阵，耶稣用十字架的死对伊讲，上重要的身份就是甲伊同活，上重要的身份就是甲伊同活。基督的工作是啥物？就是伫基督内面无分彼此，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嘛。所有的人拢愿意放下家己的本性、欲望、俗世的价值观，拢会当到共受的圣灵内面，甲被明证。所以基督的工作是啥物？基督的工作，就是互人有新的改造，互人对死到过活，诚做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内面所讲的新的人，新的人，这是新的身份。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规卷，以及咱今仔日看的这段，咱要搁较深来思考一项代志。这项代志是啥物？就是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咱所看的这段内面，我本身伫这段内面会倒位啊？我伫这段话内面会倒位？如果咱无伫内面，安尼我要问，这段话是要安怎对你讲话啊？这段话是要对你带来感动，对你带来启示。如果这段话亲像一条路，咱爱问讲，我行到倒位啊？上是嘛爱问，我敢有咧行？我敢有咧行？咱毋是迄个时阵的犹太人，咱嘛毋是迄个时阵的外邦人，但是咱呢，虽然毋是，但是甲因相共，咱就亲像伫这两种人的中间啊。咱无甲因共款，但是咱甲因做的代志相共。安怎相共呢？论教会生活，咱亲像犹太人共款，对细汉开始就接受着上帝的道理。伫迄个时阵，咱嘛无选择相信甲军队啊。有是有一天，时间过了，一冬一冬，有一天，你受着感动，就亲像外邦人共款，你选择来军队，对一个无认捌到认捌，对无相信到相信。咱对生活上来讲，亲像犹太人，虽然较早就接受，亲像外邦人，虽然无认捌，但是后来慢慢认捌，对无相信到相信。但是咱的生活的环境，咱生活即个所在，即个时间点，即个社会背景、政治等等，即个世界观念，互咱甲过去无相共的所在，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拥有无共款而且真多的身份。啊，亲像真简单嘛，你来到教会是一种啊，你伫你网络所使用的迄个身份嘛是一种啊。你咧工作的时阵是一种，你回去看到你的囝儿、爸母嘛阁是一种。你有真侪无共的身份，有可能你去买饮料、买菜的时阵阁是一种。这无共款的身份，对拜一到拜五，咱用外邦人的身份，亲像是安尼咧生活。拜六甲拜日，咱阁诚做一个基督徒，用上帝的观念咧生活。伫安尼的情况内面，咱有法度真正做一个内面甲外口拢相共的基督徒嘛？还是讲到最后，咱已经无法度去分辨，即个基督徒的身份有啥物无共款？除了来教会即个行动以外，已经无其他无共款。所以你到底是啥？你的身份是啥？过去的犹太人啊，因知影家己是上帝的选民，对过去开始，因接受上帝嘛，
敬拜上帝嘛，遵守各种的规定律法。但是某一天，伫迄天的开始，因要去接受一个新的代志啊。这个新的代志就是耶稣，伊就是上帝的囝。迄个耶稣就是捌互因安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个耶稣嘛。因要去接受这个新的代志，只有接受这个新的代志，因才会当行无共款的路嘛。但是安那，有人安那，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一直到今仔日嘛是安尼。这样代志到今仔日嘛是安尼。对过去的外邦人来讲，因原本无即个机会人得到恩典，因原本毋是选民，因共款，但是有一天，因甲犹太人共款，拢会当接到相信军队。即个恩典的大门嘛是对伊拍开啊。但是对迄天开始，因嘛要接受一项新的代志啊。这项新的代志就是，如果因接受，因就要放下因原本伫因世界所生活的价值观，因就要对头开始明白上帝的价值观。原本的伫罪内面的生活方式是利益，是私欲，是为着家己来想，是为着家己的我来活。所有的价值观拢爱放下，爱停止。所以有人相信军队，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一直到今仔日，嘛同款是安尼。对现在咱来讲，目前咱无需要烦恼，做基督徒会受生命危险，迄是目前。有可能以后就毋是安尼啊。但至少目前是安尼嘛。咱对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敬拜嘛，一定的安那了解啊。即个过程，互你安那感觉习惯，即个生活方式嘛，互你感觉安那轻松啊。你已经知影要安怎去做即个生活方式啊。就是礼拜日到教会，周间好好做工课。但对你来讲，咱喺另外一个去想一项事，你做即个决定，接受即个新的观念的时阵，你敢有付代价啊？还是讲毋免？如果你的选择无任何的代价，你的军队嘛无任何的牺牲，安尼你甲外邦人伫倒位是无共的呢？还是你两种人拢要做？咱爱不断去问家己啊，咱无可能做两种人，咱只有一种身份会当选嘛。所以你愿意去放下迄种，互你感觉较轻松、较自在、较快乐的价值观，还是你要摕爱牺牲、爱付出、爱分享的价值观？我想咱会拄到的困难，互咱真歹一直活出基督的款式，就是无论伫教会、社会，要活出即个款式吼，的困难，就是爱放下家己这项事啊。放下家己，就是放下你的利益、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即个行为吼，是违反人性的，是违反你的良性的本性的。你的本性会甲你讲，安尼可能你会了呢，你会死呢，你会痛苦呢，你会失去呢。即个价值观是无互人感觉轻松的。所以咱爱问讲，咱愿意为着即个价值观，就是属上帝的价值观，有偌侪人会当牺牲家己，佮会当牺牲偌侪物件呢？当咱只有看到家己的时阵啊，咱看到家己内面的时阵，要放下物件，要放下任何价值观是困难的，根本是无可能的。只有当咱定军伫迄位替咱行伫十字架顶的耶稣的时阵，即项代志才有可能发生啊！因为你知影有一个人甲神替你来死啊，无任何原因，只有因为疼你。所以基督伊要安怎？伊要消灭所有的对立嘛，伊要互人接着十字架两边通甲上帝搁好嘛。这两边是啥物？伫今仔咱所看的是外邦人甲犹太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即个对立，咱常常咧讲，咱伫世间咧生活有对立，即个对立，敢真正一定是别人？即个对立嘛，有可能是你家己本身，毋是吗？你的内在，你无想要放下物件，你想要掠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私欲、家己的价值观，迄
迄个内在的家己，嘛是你的对敌啊。无愿意放下家己的人，迄内面一定是有利益，一定是有家己属于家己的价值观，毋是属上帝。耶稣无干那要消灭人甲人的关系的对敌，人甲上帝的对敌，嘛要消灭咱甲人内在家己的对敌啊。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章，保罗互咱明白有一种新的身份，就是新的人。新的人就是新创造的人。你敢是新创造的人？真做即个身份的人，是爱安怎？爱意识到上帝慈爱甲带领，是用疼甲和平来甲别人相款待，是定稳伫实力价顶的稳定，是用真做整体甲基督同活一体的价值观来活的。你是新创造的人吗？咱安尼问家己啊。当然，这毋是为着要否定咱家己，咱一定是希望咱是新创造的人，甚至咱无一定是，但是想要即个方向来去行。咱不断问讲，咱伫倒位，咱行到倒位啊？是即条正神的道路，咱的努力是啥物？咱要行即条正神的道路的时阵，咱搁爱放下啥物？咱爱思考，你敢愿意？你敢感觉轻松，还是痛苦？你敢愿意接受上帝伫圣经内面所教示你的价值观，所启示你的所有的物件？你敢愿意接受？是啥物愿意，互咱接受，愿意去做的？你愿意去做，一定有原因嘛？但是是啥物？是当咱意识到，伫你人生中，伫你生命内面，有一项物件是真正上有价值的，敢毋是？我要分享伫今年，就是顶礼拜，咱的儿童主日学的主题，甲伊的内容，互咱会当虽然无伫遐尼看，无伫遐尼参与，嘛由外会当做伙关心咱教会的儿童，因嘛共款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同齐咧学习今仔日咱的主题。下面我有一寡部分会用国语啊，因为我毋知迄里边仔讲，我毋知迄里边仔讲，我所定的主题甲今仔日共款。伫雅会内面，我讲着2本册，伫中文内面叫做绘本，伊就是有图的故事。咱用演的方式，互迄个囡仔看。第一本册叫做《小鳄鱼的钱包》啊。我捌问遐恁的儿童讲，恁敢知影鳄鱼的台语啊？我毋知影因讲会讲对啊，因讲空鱼啊，讲对。安尼因袂歹，因爸母教了好。小鳄鱼的钱包就是有一条空鱼吼，伊有一天捡着钱包啦。伊伫遮的过程中，敢去学习4项代志。第一是伊安怎去，伊捡着了，伊去还别人，别人甲即个钱送互伊，伊学习4项代志。第一是怎样分享伊所拥有的；第二是怎样去甲伊拥有的管理好，安怎存钱；第三，伊拥有的安怎去奉献；第四，伊拥有的安怎开伫家己的身躯顶。所以共款的钱。伫伊的生命中有4种无共款的用法，这4种无共款的用法嘛，要教遮个囡仔。另外一本册，伊叫做微笑商店，就是有一个咧卖物件的所在，伊咧卖物件是笑容，笑容伫即个故事内面吼是买袂着的，头前发生一寡代志，但是迄个囡仔伊就是去即个所在买物件，卖笑容。但是即个头家来讲，买袂着。只有啥物情况会当得到笑容，就是爱用物件来交换。即个物件是啥物？就是另外一个笑容。我是学习，互遮个囡仔知影，有一寡物件伊真重要，但是伊无一定是用钱买会着。伊可能爱用物件去交换，即个物件可能是行动。阮也互遮个囡仔呢，诚做一个大人，互伊学习去买物件。阮互伊去到国华街、国华街，互因伫遐哩去看遐哩的物件是偌侪价值，上贵的物件是啥物？上俗的物件是啥物？
因食了上好食的物件是啥物？即个过程要互因明白一项代志，就是上贵的物件无一定是上好食。上好食的物件甲伊的价钱无一定是有关系啊。有的囡仔伊感觉上好食的就是卤肉饭，只是上俗的，但是伊感觉上饱，伊上喜欢。有的囡仔讲天气伤热，伊上喜欢就是食饼啊。啊，恁敢知影伫国华街卖食的上贵的物件是啥物？我毋知，但是我互遮的40个囡仔去问去看，上贵的物件因看到的上贵的物件是卖那个罐装的鲍鱼，6600块。这咱毋知我嘛毋知影，因就是伫遐咧找嘛，我嘛毋知有即个物件，就是透过即个过程，互因会当去观察。我嘛邀请爬无共款工作的人，毋是这爬工作，毋是用因的薪水悬价来去找，是用因的工作的特色来去找。我希望遮个囡仔因咧了解价值即项物件的时阵第一想到钱的时阵因袂诚做一个为着趁钱来活的人。我希望伊会当去有一个梦想，伊有一个梦是去找讲一个工作是伊所喜欢的来做，莫互伊的想法受着压制，互伊有更较多的想法。最后，阮也互遮个囡仔因诚做一个商人买东西的人，互因去一个所在用因拥有的钱伫遐开啊。但是这个钱呢，毋是一直互因的，因若开了就无啊。毋过时间2点钟呢，因只有13个代币尔，因只有13块尔。当然物件毋是用1块1块咧算的啦，有的物件卖1块，有的物件卖2块。因开了就安那无钱啊。所以若学习互因安那去找工作，因工作了呢，搁爱去开钱啊。有的人因无爱工作，因就直接来甲我借钱。我有甲伊讲借钱毋免去，或是伫活动内面借钱毋免去，出社会爱还。有啥物借钱毋免去？我甲伊讲，因为恁无能力来还啊，恁本来就无钱啊，借钱哪要还？恁借的钱会扣分啊，伊的分数会扣掉安尼尔。因有的人就较单纯啊，伊就想讲先借5块来开啊，别人看着会食呐，嘛做伙借，到尾全部拢要来借啊。就无咧管迄分数啊。当然，阮即个赢会目标嘛，毋是要互因真正诚做一个为着赢啦，毋开钱的人啊，是要互因伫无共款的感受内面去做因家己想要的选择。但是因每一种选择，拢嘛阁有上帝的带领。咱嘛是啊，咱伫即个人生中间做一个选择，但是咱要相信上帝永远咧看顾甲带领。我希望遮个囡仔伫这4天的活动内面去学习，会当分辨啥物是价值这项代志，啥物是价值，嘛互因伫学习追找价值的过程中间学习看会到的，甲感受到看袂到的价值伫倒位。当然，阮更加希望因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安那找到这人生中上有价值。但是阮无设计一个宴会来就是要对传教啊，安尼遮个囡仔会困去啊。阮希望让因伫因长大的过程中间亲像保罗所讲的，种的是伊，野煮的是阿保罗，但是互因长大是上帝。咱咧做就是这个工课，希望伊会当找着，希望伊会当找着。所以伫今仔日，诚做大人的咱，能够找着伫人生中上有价值的迄项啊。伫今仔日我所讲的这个讲题，甲下联也是共款。意思是啥物？意思是得到珍贵的十字架啊！意思是十字架对咱来讲是上有价值，是上珍贵的，并且你要得到，你嘛得到。是啥物，互咱愿意接受，并且愿意去做？我想就是当咱意识到，这世界上上有价值的，就是安那接着十字架，咱会当甲上帝基督同活。当保罗要爱咱去看过去的时阵，当咱回头看家己的过去，咱看到啥物？阮看到的有可能是过去的软弱，今仔日透过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大能力，互咱公共壮大。咱看到的可能是原来恩典，咱一直拢拥有。这个恩典是对上帝遐来的，互咱愿意为着这个上价值的十字架，继续不断努力军队，是为着要努力回应嘛，是为着要努力去应用嘛，是为着真做基督徒的样式，会当互别人看到上帝本身敢毋是。所以愿咱透过上帝的话语，会当去明辨，即个有价值的物件，其实咱一直拢拥有，但是要提起来，你着一定要放下你家己的价值观，选择迄更较有价值的事，是因为你看到即项是上有价值的。愿上帝的话会当互咱明白即项事，也互咱知影，伫咱每一天，咱拢有即个机会，人去做即个选择。即个十字架也要成做咱心内面的记号，伊是看袂到的价值，但是伫咱的心内面，咱感受到即个价值是上大的。互咱不断会当伫即个正诚的道路顶面来努力，咱三甲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你话语的帮助，阮伫每一届拢要有无共款的体会、甲认罪、甲悔改，帮助阮伫做选择的时阵有信任，对阮心内的感动甲提醒，也互阮的言行举止拢会当真做基督的款式，来去影响别人。来，互别人明白着你大大的恩典，要伫每一个人的心中，互伊成就，互伊成就。阮即摆也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伫阮即摆所做坐伫遮顶的每一个人，我想阮拢已经有经验着即项事。多谢你，感谢你。阮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三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13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救赎我的主。
会众请起立。咱最后来看今教会消息的报告。本礼拜三，咱的北溪的圣经学堂的进度是为士师记第7章第9节看到25节，也请大家做伙伫线顶，咱做伙来参加。再来，今仔日咱老牧师伫花莲港教会伫遐为着总会文字事工伫遐交换讲台吼，也请大家为伊的出入平安来祈祷。好，第2项。咱昨暗吼有迄个杨宪宏先生，伊伫遐做新册的发表会吼，就是即本序大事原价吼原价300，咱办公室价是300块，吼，咱搁数量有限啦吼，剩无几本，咱若是有需要的吼，咱会当直接来到办公室遐来登记购买，一本300块。好，搁来，今仔日教育部伫中昼12点半到下晡2点半，咱有举办谈心工作坊吼，咱有邀请蔡老师来演讲，伫咱的小礼拜堂，所以若有报名的兄弟姊妹，咱会得到松大教室伫遐来用餐，吼，伫松大教室伫遐来用餐。好，后礼拜是总会文字事工团的主日，咱着派迄个教会公报社的分牧师来甲本会来讲道，也请大家为着即项事工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然后伫8月初4吼，各月第1主日，咱要伫礼拜中来举行洗礼甲献信礼。后礼拜的时阵，伫第1堂的礼拜了后，伫嘉宾厅咱有问道理，所以请咱有报名要领受洗礼的，咱后礼拜吼，后礼拜咱伫第1堂对，第1堂礼拜后，咱伫迄个小礼拜堂伫嘉宾厅伫遐来问道理，请咱爱注意。好，安尼咱就伫会后，咱做伙来彼此来沟通。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煞食大家做伙来读2遍。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以弗所书2章16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以弗所书2章16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以弗所书2章16节。煞只咱来唱尾遍的诗，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今时煞请牧师祝祷。Oh
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感动甲扶持，甲认证人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